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即时咱来吟唱伫早起时，咱所要吟唱的2条圣诗，圣诗第253首。圣诗253首，咱来读一遍啦吼。我相信咱中间真侪人应该对即条歌无真熟，就亲像我嘛需要搁练一遍共款吼。咱来读一遍歌词吼。上帝的教会，毋是咱人用黄金雕刻的圣殿，选民毋是受敬来做样，是对十字架来结连。好，第一节就好，咱来做伙来听琴，甲我会对琴唱吼，咱也会当甲我做伙吟，就会当，咱就做伙来吟啦吼。来，上预备来，上帝的教会毋是咱人用金雕刻的圣殿。选民毋是受敬来做样，是对十字架来结连。真简单的曲，总是伊的歌词真有意思。咱毋是来到遮要假，要假吼做样。咱毋是来到遮。加咧敬拜上帝，教会嘛毋是，只是用黄金，就是有用黄金雕刻，嘛无啥物了不起。教会毋是这个，所以咱来读第2节的歌词吼，第2节的歌词来，正今日自己对遥远来，对东对西对南方地对。北方远山西所看的所在，拢是朋友，毋是人客。所以咱来遮毋是要做人客哦，吼，咱来遮毋是要做人客哦，咱来遮是要做兄弟姊妹。咱来到遮是要互相服侍。咱来吟第2节吼，第2节，请预备来。前行日子一对遥远来，对东对西对南方地，选生世所看的所在，拢是朋友，毋是人客。咱来读第4节就好哈，第4节来。教会永远在较无和平，面对悲惨冲突战争，教会着常常学习反省，继续向前奋斗无停。奋斗吼，奋斗无停。迄个白话字是奋斗吼。不过这嘛是真讽刺的代志。这条歌的曲是俄罗斯来，结果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吼。我相信这个歌词其实真有意思。咱来吟第4节吼，来预备来。教会永远在较无和平，面对悲惨冲突战争，教会也常常学习反省，继续向前奋斗无停。请咱来献开圣诗第586首。这条歌我相信，这条圣诗相信嘛，咱中间真侪人有识，所以咱琴互咱
一个音的吼，一个音，预备来。去哪有人好罪苦楚，着祈求主耶稣，主家的你可有关联，可以心肝为情。不可心意，不可可以，只是心可以。只心有你，伊要求你，只是真求你。请咱备办咱的心。平安，这是咱备办心来今仔日的礼拜，请照讲。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，我着安怎报答伊？我要捧救恩的杯，求叫上主的名。我要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，对上主谢我的愿。三甲来吟诗，圣诗第253首，圣诗第253首。用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兄弟来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的告别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各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咱来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11篇，上时也是诗篇32篇，我来启，请坐来引。罪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。上主无算伊的罪，阁心无奸诈。我若点点毋认罪，你的手明日中重重刑罚我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。安尼虔诚的人，直通找到你的时，拢着对你祈祷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。为庇佑我脱离艰苦，我要教示你，指示你应该行的路。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，害人会受真多痛苦。义人啊，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。参加来祈祷，主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日日看顾阮，互阮有平静的生活，快乐活伫咧这个世间的时，阮会当诚侪你阳光的见证。你赏赐阮丰富，无论阮伫咧什么款的情境内底，阮拢要宣告你赏赐阮丰富。主啊，阮有你，阮就丰富；阮有你，阮就有平安；阮有你，阮就有快乐。主啊，感谢你赏赐阮一切的恩惠，感谢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有平安快乐的日子。无论阮拄着伫咧什么款的艰难的内底。情境内底，阮拢会当来学乐你，开声学乐你，因为你是值得阮学乐的上帝。主啊，阮求你来帮赞，阮教会今年是140周年，求你来赏赐阮，互阮会当记得马偕博士伊来到这个台湾这个岛屿，来到桃园这个设立桃园教会的恩典。主啊，若无你找遣马偕牧师来到这个所在，阮就无法度得到这个救恩。阮嘛无法度今仔日伫遮组织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阮大大来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有这个恩典，阮会当认捌你，诚做你圣洁无圣洁的囝儿。主啊，阮会当伫遮组织，逐定就来敬拜你，学乐你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求你也纪念阮真侪兄姐，伫这个时间，有当时因为因身体病痛，甚至主啊外出，因无法度到阮三甲伫地来敬拜你，求你来保守因。无论因伫咧啥物所在，拢这个时阵因游玩伫遐
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也赏赐阮平安快乐的日子，互阮家庭平安，事业顺遂，互阮每一个人经历你的祝福，因为你是祝福的源头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阮搁再一摆来聚集伫你面前，阮用感恩的心，将阮一切娱乐敬拜，拢献伫咧你的面前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三甲来读圣经，圣经记载伫咧罗马书第1章18节到32节，罗马书第1章18节到32节。现代中用本是166页，现代的台语版本是328页。你来，阮来读今仔日的经文。上帝对天顶发出生气，谴责所有不虔不义的人，因的不义阻挡人捌真理。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本身，所以因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认捌才对。对创世以来，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，虽然肉眼看袂到，毋过通过受造的物，会当清楚看见，所以因拢袂当推责任。因为因虽然捌上帝，也无尊重伊做上帝，嘛无甲伊感谢，因的思想反变做空空。心思愚妄，充满黑暗。因自称聪明，其实愚妄。23节，因无将阴光归予未死灭的上帝，反倒去拜未死灭的人，背照禽兽通拖顶的像。所以，上帝出在因趁家己心内的欲望，去做无清气的代志。直到彼此糟蹋家己的身体。25节，因用虚假替换上帝的真理，因敬拜服侍被造物，无敬拜迄个造物主，伊才应该永远得到称赞。阿门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出在因放纵通见效的肉欲，查甫人甲查某人。用违反自然的性关系代替甲查某人自然的关系，查甫人嘛同款放杀甲查某人自然的性关系，彼此欲火攻心，查甫人甲查甫人做见效的代志，结果就受偏差的行为该受的报应。28节。既然因无要真正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出在因的心思败坏，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。因充满逐款的不义、歹心、贪心、恶毒、满心怨妒、谋杀、斗争、奸诈、阴谋、讲卡假后话。诽谤、怨恨上帝、怨恨上帝、侮辱人、骄傲、夸口、制造是非、忤逆父母。31节，无明理、无守约、无情、无怜悯。32节，因虽然知照上帝公义的判断，做这的代志的人应该死。因虽然知照上帝公义的判断，对不起，嘿，来，因虽然知照上帝公义的判断，做这的代志的人应该死，因毋拿家己做，甚至嘛赞成别人安尼做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时，咱来请圣歌队来学乐，因为学乐的主题是《学乐主我心灵》。主
感谢圣歌队的学老，这时咱要请妇人牧师来正道，伊要正道的题目是上主的义与愤怒展现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，就亲像我昨昏所讲的，其实徛伫顶头的这个人无啥物货，要紧的是上帝话伫咱中间。愿上帝话甲咱做伙伫地，也祝福人在。咱大多所吟的诗内底有讲，来到遮毋是要做人客，所以请咱用主人的心，甲咱附近的兄弟姊妹请安，甲伊讲，真欢喜甲你做伙这礼拜哦，不管伊安怎啊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两者有罪，总是求上帝帮赞。阮这个有罪，常时也时常互真侪声音影响的人，会当伫即时听见你要向阮所讲的话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我的老爸是受日本教育的最后一代。伊到小学6年的时阵，伊读册啦吼，读到小学6年，然后伊1年到6年拢做因迄班的班长，所以伊是互日本老师所学了上厉害的迄个。总是伊对囡仔的管教就是真传统。细汉的时阵，我的成绩，我是阮兜上细汉的，我的成绩真无好，所以伊管教我的方式，就是毋是逐摆看到我，毋是讲就是骂啦，吼。每一遍伊若叫我，我就拢知影有代志啊。有代志发生，伊才会叫我，无我拢走离伊，差不多至少米真远啦，米真远就对啊。所以伫阮兜吼，我上惊伊，阮老爸。直到我入去到新学院，有一天我转去厝，伊就讲妇人，叫我入去伊的房间。我心内底就开始想，我是倒搭做。毋对啊，搁要入去互骂啊的款啊吼！我心内底安尼想啊，想袂到入去了，伊煞摕一笔钱，对，一笔钱，互我。但我讲，你读册爱钱，所以爱欠啊开。所以我伫迄时阵较知影。原来这个世间有一寡人对咱讲，对咱骂，对咱一直责备，甚至咱感觉伊是咧对咱受气。总是有当时啊，遐个受气，对咱讲，对咱骂，遐个受气是疼。其实我到迄时阵较知影咧。爱直到我读新学院的时阵，我嘛相信上帝是用同款的心情安尼咧看待咱。罗马书第1章1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对天顶发出受气，谴责所有不虔不义的人，因的不义阻挡人捌真理。伫旧约中，人的罪会引起上帝的受气，然后上帝的受气就时常透过降灾的来显出伊对罪恶的审判。所以现代中文译本才会将这个所在迄个受气翻译做公义的受气、义愤。
原文受气会当解说做一种上帝对罪回应的一种慢慢烧起来的受气，迄慢慢啊烧起来的受气。虽然受气是照用咱情绪内底一种强烈的情感，对无？受气是一种强烈的情感。神学家克兰菲德安尼讲，人的受气，就是有真悬单纯的目的，总是所体现的，不过是一种上帝受气扭曲的反应。因为人的受气拢有罪，上帝的受气其实是福音嘞。虽然有当时啊，咱感受袂到，是安怎讲？因为耶稣基督为咱带来拯救的困难，透过信伊为你甲我提供一个伫上帝面前，互伊看做义的地位。看做义的地位吼，咱未来讲到因信称义、称义这个字词的时阵，可能会当讲较侪。这个嘛是法律的名词，叫做判你无罪啦。简单讲就是安尼吼。称义叫做判你无罪，然后现代中文译本啦翻译做甲上帝有合义的关系。啊，上帝啊判咱无罪，当然咱甲伊有就真好的关系，对无？所以只有遐个甲上帝有关系的人，伊才会对咱的罪受气，敢毋是咧？听我意思吼。受气这样代志，只有咱甲上帝有关系，伊才会甲咱对咱受气啊，对嘛吼？对嘛？若甲咱无关系，上帝就莫插咱就好啊，对无？对嘛吼？所以圣经对头到尾拢咧对咱讲，上帝对咱是怜悯的上帝，总是伊有受气。这就显出伊的义。圣洁主爱的上帝受气的是人不虔不义，无敬虔不义。有一寡学者将这认为，保罗是咧讲，这是咧指是上帝10条诫的头4条甲后6条。因为头4条是咧讲咱甲上帝关系，上帝10条诫。我直接真歹势，未来咱若有机会讲到出来记记，咱就会讲较济。迄个甲上帝关系，甲人的关系，后6条是甲人的关系。总是保罗佫较可能咧指出，人雕工破坏甲上帝甲人的关系，是对上帝尊严创造的攻击。所以人不配成做伊的比作。所以罗马书第1章19节刷嚟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，所以因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认捌才对。保罗应该亲像先知吟唱的歌，哈巴谷是安尼吟唱讲。全地要充满对上主荣光的认捌，亲像水充满海洋，这是歌啦吼。总是先知咧吟的时阵，咧吟的亲像水充满海洋，意思就是亲像大自然，亲像大自然，人感受到上帝创造的荣光，所以人。活伫上帝的世界，他有可能对上主甲伊创造的荣美完全无了解咧。这是保罗伫遮所问的，以及伊所讲的。罗马书第1章20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读来。对创世以来，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，虽然肉眼。看袂到，毋过通过受造的物会当清楚看见，
所以因拢袂当推责任。保罗其实用的是当时犹太人普遍的观点，透过安尼咧对咱讲，虽然咱无法度看见上帝，总是透过一切受造，上帝已经伫伊的创造内底彰显出来。所以上帝启示对创世开始到今仔日的即时，虽然世界有真多变化，总是拢伫伊的手中。伫人的四周围，甲人的性命内底，咱就通看见，咱有一口气。这就是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。咱来看见这点，所以人无迄个借口讲，我毋知影上帝咧。这是保罗的推论哦吼。罗马书第1章2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因虽然捌上帝，也无尊重伊做上帝，嘛无甲伊感谢，因的思想反转变做空空，心思愚妄，充满黑暗。心思愚妄是指特别指迄个军队无意义的事物，伫新约内底全部出现13遍，拢出现的时阵拢甲拜偶像有关系。然后迄个充满黑暗，是指欠缺真正的财物。罗马书第1章2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自称聪明，其实愚妄。所以斯多德这位牧师，伊是安尼解说这段经节，伊安尼写，伊讲因空虚黑暗愚妄，显明伫拜偶像的行为，因放弃未朽坏神的荣耀，换来必定会朽坏受造物的形象。所以这叫做愚妄的交换。你睇遐讲咧，他会安尼来交换咧？因为安怎？罗马书第1章2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无将阳光归乎未死灭的上帝，反倒去拜会死灭的人，袂照禽兽通拖顶的像。所以真明显，保罗是引用创世纪当时真出名的希腊文翻译本，叫做70字译本。因为安怎？因为保罗伫遮引用的迄个背照，这字就出对74译本的创世纪第1章23节，然后迄个禽兽就出对创世纪第1章24节，这就亲像希腊神宙斯用迄个霸的形象出现，霸的形象出现吼，然后通拖咧。通单是出对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7节，用蛇的形象出现，就亲像咱看到这个哥林多当时所拜的神，这个叫做伊地的神，你有看到无？伊手体是啥物货？蛇。所以初代教会的信徒真熟悉创世纪，因为这是论到最教义的出处，所以保罗的谴责应该是出对诗人来谴责以色列人，出对诗篇106篇20节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，因用食草的牛仔做上替换上帝的阳光。实际上，真侪宗教拢相信
世间的生命有神圣性、神圣性，有迄个真尊贵的所在，就亲像史怀哲。史怀哲一生所追求强调的，就是尊重生命。所以，这个尊重生命的概念，其实甲真侪人真做伊食素的原因、食菜的原因。总是敬拜偶像，却是一种愚妄的交换。因为咱爱知影一项代志，生命所有的生命拢出对创造伊的主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人无去敬拜迄个创造生命的主，却去拜伊创造必定会朽坏的人，飞鸟、禽兽、虫拖，安尼毋是真愚妄的交换吗？罗马书第1章2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上帝出在因趁家己心内欲望去做无清气的代志，直到彼此糟蹋家己的身体。迄个上帝出在，和合本翻译做上帝任凭。这个上帝出在伫刷落来经文内底一直出现。文学上，这叫做叠句的形式。希腊文这句应该爱翻译做将因交付，这是一个法定的用词。咱来知影，古早罗马帝国开始就有迄个正式法定的用语，大部分是用伫将这个犯人交付审判。或是将法官判了，将这个人交付法官，也是处决，所以是交付的意思，听有吼？交付的意思，所以会当理解做上帝无阻挡人的罪恶，是要互人要食这个罪恶所得到的果子。自食恶果啦，会当安尼解释。陶德就安尼解释，这位神学家，顶世纪的神学家是安尼解释。伊讲邪恶伫社会顶头带来灾难的扩展，是因果报应，毋是上帝直接的行动。上帝不过是对因自由选择以及应该负的效果。放弃参与的行动而已，听有意思哦？上帝是放弃迄个参与的行动而已。总是近代神学家曾思翰，伊就提醒咱，上帝用这字伫另外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这字互人交付，也是。互上帝出在，这字真特别，因为伫整段罗马书第8章32节 A 的所在，咱来读看觅这段经节，后做伙来读来。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，迄个交付既然是伫这个所在出现，读无啥会出来吼？就是互伊的迄个互啊，交付，迄个互伊交付，这字既然直接出现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近代神学家咧提醒咱，上帝交付人伫迄个罪内底，某一个部分是上帝出在人家己行家己的路。出在人交付伫迄个互欲望、缀欲望来行的生活，来得到歹结果以外，这叫做伊的审判。总是上帝并无唔插咱，无甲咱划清界线，
所以宁可安尼讲，上帝会出在咱，是审判，嘛是伊的怜悯，是伊的审判，总是嘛是伊的怜悯。就亲像先知安尼讲，出来以赛亚书19章22节，先知讲到埃及的预言的时阵，先知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一定会责罚埃及人，然后甲因医治。因活转身归向上帝时，伊会听因的祈求，甲伊医好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虽然遐对家己情欲生活的人，因糟蹋家己，所以当因糟蹋家己的时阵，是因互上帝交付的家劳。总是呢。罗马书第1章25节，保罗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用虚假替换上帝真理，因敬拜服侍被造物，无敬拜迄位造物主，伊才应该永远得到称赞。阿门。保罗其实伫遮做出小小的结论啦。用简单的方式定讲一遍21节到23节，对无？保罗伫遮用简单的方式定讲一遍21节到23节，并且上尾伊用列比当时习惯的言语，伫伊讲话的上尾阿拉上帝，称颂上帝。这其实有带有保罗个人参与的迄个意思。罗马书第1章26节到2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出在因放纵通见效的肉欲，查某人甲查某人用违反自然的性关系代替甲查某人自然的关系，查某人嘛同款放杀甲查某人自然的性关系。彼此欲火攻心，查甫人甲查甫人做见效的代志，结果就受偏差的行为该受的报应。所以咱已经读到第2个出在，对无？出在因任凭，咱已经读到第2个出在。咱来知影保罗咧写这张批罗马书的时阵，伊是伫哥林多城。哥林多城这座城古早时代伫迄个时代，一向是无道德来出名的。所以当时希腊人有一句话，有一句俗话啦，讲做一个哥林多人，意思就是这个人真无道德啊。听有意思吼？我讲你是汤人，人袂想讲你是无道德的人啊。总是当时既然因安尼咧讲话，迄种写伫真侪文学内底，当时的文献内底，然后讲做一个哥林多人叫做无道德，意思就是指这个人无道德啦。听有意思吼？所以真有可能将咱伫遮读到的这现象，伫当时的哥林多城真平常。实际上，这种真平常的状况，这行为嘛伫当时的罗马皇帝身躯顶头来出现，因为就亲像主后12年到41年的罗马皇帝叫做加里古拉。伊毋但甲家己的姊妹仔发生关系，嘛甲查甫人发生关系，连尼禄嘛安尼，出名的皇帝叫做尼禄嘛是安尼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伫遮写的情形，是将伊当时有可能看到的状况来写出来。以及听到的状况来写出来，保罗将
照本性甲违反本性伫遮做伙写出来。原文吼，就是指遮的性关系违背上帝创造的次序甲目的。罗马书第1章2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既然因无要真正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出在因心思败坏，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。好，咱已经读到第3个出在啊，对无？上帝出在因，上帝出在因，毋是上帝出在因遮尔简单尔。原文叫做上帝交付因，听有意思吼？将因交互遐个邪恶。将因交互遐个，互因伫迄个所在自食恶果。所以，既然人对上帝毋愿认捌，上帝就将因交伫无健全的心智，人的心思顶头就出现败坏的心思，直到行事讲话拢离开上帝的心意，所以刷落来，保罗列出21项罪恶的清单。咱后壁有读到，咱煞等下一个小可读者吼。所以总是真歹势，我无法度一个讲啊吼。这个21项的罪恶清单，伫当时斯多葛派、犹太甲早期的基督教文献内底，拢时常读到。头4项是一般的罪，罗马书第1章29节 A，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像我逐款的不义、歹心、贪心、恶毒，咱也有注意到这21条的罪恶的清单，第一个叫做不义。咱也有注意到迄个咱18节所读到，一开始咱所读到这段18节所读到，上帝受气是受气啥？人的不虔不义。迄个不义代表的是啥？代表的是人违背人甲人中间的关系，破坏人甲人中间的关系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当上帝出在人，人就会安尼；当上帝出在人，人就会犯这个罪。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就充满不义的代志。直到人甲人的关系拄着破坏。罗马书第1章29节 B，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咧读这段的时阵，我拢感觉敢若咧读今仔日的新闻咧。咱若今仔日免今仔日啦吼，等一下就使。等一下你若拍开手机啊。你看咱今仔的新闻，拢啥？敢毋是这？罗马书29节第1章29节的4到30节 A，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来做伙读来讲卡正后话，诽谤。迄讲卡正后话意思，就是讲雕工咧使弄啦，也是咧讲迄个人毋对，在他的挑拨离间，迄个台语有这个意思吼。所以伫今仔日的资讯爆炸、假消息，免去外口，你拍开手机就有的台湾社会。这个讲卡正后话，也是诽谤，甚至是出对公众人物，甲这个逐工出现的名嘴，甚至是记者。罗马书第1章30节 B，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怨恨上帝，侮辱人，骄傲夸口。斯多德牧师是安尼形容，这叫做这4项叫做极端的骄傲。
人只有真正的骄傲，才会怨恨上帝。罗马书第1章34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制造是非，忤逆父母。希腊文会当安尼翻译做制造是非，叫做歹事的捏造者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项代志有可能明明都无啥物代志，结果你捏造一项代志出来，这叫歹事的捏造者。以及背逆父母的人，实际上这拢直接违背摩西10条诫的命令。罗马书第1章31节，做伙来读这4项吼，做伙来读来，无明理，无羞辱，无情，无怜悯。实际上，上尾这4项伫原文内底，希腊文拢带否定的字头啊，迄字顶头吼，那个字前面就是否定词啊哈，那个词就是否定词的意思。所以直接翻译会当翻译做无知、无信用、无情感、无怜悯。所以台语的翻译较准吼，台语翻啊真准。透过安尼用来指出人欠缺好所行。罗马书第1章3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虽然知照上帝公义的判断，做这的代志的人应该死，因毋拿家己做，甚至嘛赞成别人安尼做。保罗指出人的不义，我讲过吼，这21条头一个叫做不义。同款哦，18节一开始，咱嘛看到上帝对人的不义安怎受气哦。所以伫遐咧讲啥？讲保罗咧指人的不义，毋那互家己沉沦，嘛互别人甲因做伙伫罪恶中沉沦。上时这嘛是这张批内底第一遍提到死这项代志。咱有读到吼，应该死。这其实咧有个未来，咱读到第5章12节到14节，以及第7章的7节到11节的时，保罗伫遐咧讲罪会带来死的讨论，所以我要留到迄个时阵，他来讨论这项代志，迄个死这项代志。所以咱未来阁会读到啦，吼，第5章的12节到14节，以及第7章的7节到11节，咱阁会读到这项代志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其实咧讲啥物话？咱的罪会带来死亡。卡巴特是安尼讲，讲咱离上帝上远，背离上帝太多。人有罪孽是伊的毋对，伊的死是伊的命运。所以卡巴特用黑暗暝这个标题来讲罗马书第1章。斯托德牧师咧注解这段的时阵，咧讲保罗呈现人违背上帝一份互人悲伤的清单。虽然伊说明人类罪性的普世性，总是伊无袂记这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因为保罗是用上帝的义做这段的开始。啥物话叫做上帝的义？上帝的义是用合伫义的方式，将所有的不义变做义。听有意思吼？爱符合上帝的标准啊！所以上帝先将这个标准讲出来，爱符合伊的义，所以这就叫做伊的听。因为伫上帝的义内底，保罗才敢将人
不义的太歌，全部拢写出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就亲像哥伦比亚的作家马奎斯，伊上出名的迄本册叫做《百年孤寂》内底安尼写，伊讲世界太新，真侪代志无名，需要用手去记。当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阵，伊已经见识到一个新的世界。伊伫遐见证着人堕落的本性，人过了一种违背上帝心意的生活。伊伫遐见证着一个充满罪性的社会，所以伫伊的批内底，伊就将这个罪一个来写出来。因为伊知影，当上帝看到这个罪，上帝一定会生气。上帝将人交付伫这个罪内底，互因家己担着迄个罪恶的结果，这显现了伊的生气。这叫做伊的义，这叫做上主的义。总是安怎伊会生气？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什么人会对咱生气？某一个部分，迄嘛是对咱的疼，听有意思哦。上帝用迄个真强烈的情感对咱生气，这也代表福音，这就是伊的疼甲怜悯。这就亲像斯多特牧师伫伊的册顶头安尼写，伊讲福音讲的是上帝的真相，福音准备要互咱彻底弃旧换新，福音要宣告咱要变做自由，宣告赦免咱的罪，宣告生一定会赢过死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阮知阮有时阵真正互你受气。主求你怜悯阮有罪，有当时啊，阮离开你，阮知。主求你赦免阮。总是阮相信，当你有对阮受气。阮就知你疼阮，你怜悯阮。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，引带阮行伫你爱阮所行的路里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。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第586首，圣诗第586首。今日咱来吟全首。
清气那些，不可信你不可可以，只是心可以，因为救你，因为救你，只是只救你，他做就是真理我路行这的路，大家紧紧爱心基督，就会享受大福，不可思议，不可可以，只是心可以，因为救你，因为救你，只是真救你。请坐，这是咱来奉献，请莫桂英技术甲罗建业技术。在起立，咱只是来吟奉献的诗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恩典满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、学了你。愿你的信心会当教阮时常教阮三角直直。即时，阮奉献阮的金钱，是要做你事工的路用。愿你来欢喜接纳，阮的祈祷感谢，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求。阿门。啊，这请坐。这是咱来掀开听书单来报告。周间的聚会以及后礼拜下主日的服侍，请咱兄弟家己参与。来掀开第3页，我报迄个奉献若是有订单，
咱对照的是，咱甲迄个直州的长老也是办公室来更正。第三页消息报告，今仔日是大斋节期的第一个主日，咱提醒兄弟大家，咱齐来安静祈祷，默想克己节制的生活，互咱的灵命会当更新。第二项，下主日1点，伫咧701召开定期的中集会，请咱的中集来出席。下主日来有个，下主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欢迎新学生到大围来正道甲报告，咱请为大神的事工关心大道奉献，请咱伫下主日内底，咱要办法新学生的奖学金。教会消息，乌佩厝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要伫咧3月23日下晡的3点，伫咧咱4楼礼拜堂举行，敬请本会的会友踊跃出席，并为此来顺利进行来代祷。第二项，中级同工训练以及信徒造就会，齐声讲阿门，如何带领讲道？讲员是蔡明伟牧师，伊是台湾圣经公会的翻译专员。日期伫咧3月29日礼拜六下9点到4点，请咱踊跃来报名参加。地点伫咧咱的教会吼，来113年第1学期的奖学历学金，咱要申请的兄弟，恁的主题会当提供因的学习的成绩单来影本，提供予迄个6楼的办公室，到今仔日截止。第4点，夫妇团契举办迄个亲子在商的三堂课。第一个堂课是伫咧这个月的，已经顶礼拜已经举行完吼。第3月2號，后4月份就要4月初61點到3點，伊要讲第2讲致富跟致富。智慧的财富跟怎么样致富？地点在咱那个9楼哈，主日学教室哈，这个财商哈，我们都需要学习，真的哈。来，教界的消息，新德中会乡年事工部北区的讲座，要伫咧3月20號星期4哈，上午10點到12點，讲题是对民主更新路程，谈基督信仰的实践。讲师是总统府的资政姚嘉文先生吼，报名费100塊。咱以及甲上年的迄个报名，上年的会长是倒一个啊？吼，甲贵给岳凤姐吼来报名。岳凤姐报名哈，岳凤姐，你坐在哪里？举个手，让弟兄姐妹知道跟你报名嘿。好，找伊就对啊，交100塊就对啊。好，另外迄咱事工咱家己参与，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来，我来补充报告。这个昨昏伫咱中间，这个进行结婚感恩礼拜的白晚加圣庭，今仔日伫咱中间，所以我要请因徛起来，嘛甲大家致意啦吼，咱拍拍啊，恭喜啦吼，恭喜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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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请坐请坐哈，多谢多谢哈。这个我这个给小可补充报告一下吼，咱是下晡1點要进行中集会加小会吼，稍微个开小会，所以要拜托咱在座的中集爱注意哦。今仔下晡吼，今仔下晡爱记真吼。后礼拜咱
台南新南医的新学生会来，所以也讲到不过我互男神派去南坎，所以我后礼拜真早就无伫个吼。南坎下礼拜是早上礼拜是8点到10点吼，所以我可能差不多7点7点可能就要出门吼，所以后礼拜我也无伫个，不过后礼拜派驻牧师有伫个啦吼，伊个名爱念做派驻，台语吼，迄个丰沛嘛吼，所以叫做派驻吼，派驻嘛欢迎咱大家备办心，伫3月23号的下晡3点，做伙来参与即场感恩礼拜。因为这嘛是桃园教会140年来第一位女牧师伫咱教会就任，所以我想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这个盛会，嘛做伙来服侍，愿上帝帮咱也为着这个盛会来祈祷。刷落我要讲过的是3月29号的拜六9点到16，咱大概这个月有几个训练，我感觉咱假使咱会友会当来参与是真好。刷落来这个拜六，就是这个3月15号，要伫新德教会有一个教会团队的服侍伦理。上时是用做长老的角度，这是请詹俊义长老来分享。伊进前捌做过人寿寿险公司的总经理来退休，所以伊有这个真侪的经验伫教会内底，以及伫业界拢真出名，所以欢迎咱大家不只是中级，我嘛要邀请咱信徒做伙来参与。上时伫3月29号，就是这个咱这个月的上尾吼，迄个拜六的9点到4点，规工咱特别邀请蔡明伟牧师，伊是这本册的翻译者，上时也透过这本册来对咱讲安怎伫众人中间带人做伙讲阿门，真简单来讲啦吼。总是咱要讲到，互大家做伙心内底讲，我会当。甲你做伙讲阿门，这爱有一个过程，所以包括咱讲的话，伫会上中间讲的话语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所以要邀请咱大家若会使，咱会当来登记，因为有到中昼吼，有教便当啦，所以爱准备便当，所以甲讲义，所以要请咱大家来报名，免钱哦吼，免钱。毋免付计销吼，总是毋是免钱啦，其实是拢教会付吼。总是毋望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、来学习、来训练吼。上尾阁有一个是3月20号，咱邀请姚嘉文先生伫咱中间，伫咱的教会内底有一个相连的讲座，所以我想伊的册已经我已经泄露秘密啊吼。就是伊的册已经寄来教会，意思就是咱若来参加讲座，就会送伊的册啊吼。所以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啦吼，这毋是我啦吼，这伊已经寄来所以欢迎咱大家嘛来报名来参与这个相连的讲座。所以这个月内底有真侪特会，要邀请咱做伙来参与甲关心。此时，咱来吟上吟393首，俄勒专灵稳定主宰，请起立。俄勒专灵稳定主宰，万众前后感谢跪拜。每家诚心公义仁爱，尊严颂赞，地高万代。请牧师来祝祷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特别上帝永远的听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提地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
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请听圣歌队的祝歌。这时电乐乐岛。这是咱三甲来行平安礼，互相讲。